当来国内，风台过后，华东出现严重的灾情，即马是也未收煞。南韩台20线洼里道川的道路有20公尺的路面流失去，交通受阻碍，所以今仔日里道川当地也是同款停班停课。另外，伫绿岛的公馆川温泉部落，有树啊倒去，电火条啊断去，已经无水无电3天啊。伫花莲的赤科山产业道路，因为车无法度过，即马拄好是金针大出的时阵，恐惊嘛害农民的心血拢乌有去。道路的土石一直落，南海公路无路甲二条段出现20公尺路基流失，无道通行，受到风台侵袭，南海台20线真侪所在路大崩去，也造成二条村唯一连华道路断站。力道部落目前是一直都在封闭之中。那从台湾到现在为止，应该是说是有水有吃的，但是明天我们会开启他们的备用粮食。公路局有果爱到初7才会当抢通，目前先架设便道，互居民会当出入，公所会派车专接，需要就医上好出面。同款生活受到影响的，也阁有伫绿岛东关村温泉部落的民众。听到后尾居民一个一个领物资甲矿泉水，温泉部落已经断水断电3天啊！因为海贵的强阵风，唔但造成树啊倒去，阻断交通，也吹断电火条啊。没电，所以它的抽水机没有办法打上来。好，消防队用消防水车载水来灌入这个温泉聚落的这个大水塔。感受到风台威力的，除了绿岛居民，也有滞留伫当地的300多名游客。初5至恢复航班，真侪人赶咧坐船转去，因为港口堆积大量的水查，相关单位也出动乌头机，赶紧清理，以免影响航班的航行安全。昨天一听到10点半有，就赶快预定就回来。对，多耽搁2天，算2天了。算2天还好了哦。还好。搁看一摆，风台带来强大风雨。这个地点是花莲富里农会设置的稻草艺术节，有3座3米高的特别大猩猩，袂当哩强风，互严重破坏倒去，其他艺术品也浸水。这等到12月重新创作。那玉里的赤科山是发生左干道甲顶南产业道路中段，那有20多户民众掉着，金针采收也受影响。没有电，没有办法烘干，金针都损失差不多4成至5成。烦恼一年的生活就安尼去了，农民希望官府赶紧抢修道路。农业处表示会请救援单位进驻，也不过受到天气影响，目前无法度估计什么时阵抢通。针对金针花受损情况，会向中央来申请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